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路加福音第42天的共读。今天是礼拜五，在教会的传统受难周当中，礼拜五是耶稣被犹太还有罗马当局连夜审判，在马太26章、马可14章、路加22到23章、约翰18章的记载。而天亮鸡啼以前，彼得有3次不认耶稣。那在我们这段经文也在前天有看到。那在礼拜五的上午9点，耶稣被定。那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全地黑暗。3点耶稣断气，在太阳下山5点以前，太阳在5点前，罗马兵用枪来刺耶稣的胁下，然后确定他已经断气死亡。在6点日落以前，亚利马太来领约瑟来领耶稣的尸体来埋葬。那这段记载在马可、路加、约翰那都有做这样的记载。那昨天我们从经文当中看到耶稣在路加23章，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又被带到路加福音记载被带到希律的面前受审。那因为这个举动呢，希律和比拉多过去有仇，却成了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看13节耶稣被判死刑了。彼拉多调集这时长官员甲民众来，甲因讲：恁这个人来我家，控告伊煽动民众，但我伫恁的面前有甲伊审问，查拢无恁所控告的罪，希律嘛认定伊无罪，才将伊送倒来咱家。可见伊无做什么该死的代志，所以我要用鞭甲伊教死一个，才放伊去。群众拢话，这个人就互伊死，放巴拉巴互管。这个巴拉巴因为伫城内作乱，搁害人，才受关监。彼拉多想要放耶稣，就搁说服众人，毋过因大声话，甲顶是日价，甲顶是日价。彼拉多第3遍对因讲：是安怎？伊有做什么歹代志？我查袂出伊有该死的罪，所以我要用鞭甲伊教死一个，才放伊去。不过群众坚持，大声要求甲耶稣定十字架。最后因的声煞较赢，彼拉多就宣判，照因的要求去执行，放因所要求迄个因为作乱害人，互人关监的巴拉巴，甲耶稣交互因，照因的意思去处理。从13节我们看到，比拉多又收到耶稣从希律王那边被退回来之后，就对这些半夜不睡觉不断要控告耶稣的祭司长民间的领袖还有民众说这个人查不出有该死的罪，甚至连希律也查不出他的罪，所以可见他没有什么该死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比拉多跟希律他们站在罗马帝国的这个审判的这个地位这个角色上面呢，对于耶稣是没有任何需要被判重刑的罪，或是甚至死刑的罪甚至呢比拉多那他为了要安抚民众说，那我就把他鞭打一顿，就要把他释放的因为希律也只是把耶稣也是藐视耶稣戏弄他，那也把他退回给比拉多。但是呢群众不能接受，就齐声喊叫，杀掉他，释放巴拉巴给我们。那这里是比拉多第一次做出的判决，就是他要鞭打耶稣，然后放了他。但是呢群众呢是用这个多数的声音来盖过比拉多的声音，甚至马上替比拉多出一个主意就是释放巴拉巴。巴拉巴这个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呢
巴就是谁的儿子啊？好，那所以巴就是这个巴拉巴就是拉巴的儿子。好，那这个拉巴呢，好，在希腊文当中是指父亲，好，也可以指主人。好，所以这个巴拉巴的名字呢，就是父亲的儿子或是主人的儿子。好，那这有点讽刺啊，好，就是把父亲的儿子释放给我们，好，然后杀死天父的儿子，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子杀了，然后把主人的儿子还给我。所以这在这里有点讽刺的意味。但是更讽刺的是19节，巴拉巴是真正杀人，而在城里作乱，被下在监牢当中。那他们就是要在这些的领袖祭司长的面前，那他们就是要控告耶稣说散祸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又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好，然后煽动百姓，好，然后在挑唆，在生乱。所以就是把这个巴拉巴的罪名呢强加在耶稣的身上哦。但是呢，比拉多第二次就是20节，想要释放耶稣，就在劝解群众。好，所以路加记得很清楚啊，比拉多总共有3次的这个做出表态的动作。好，第一次就是他已经决定了，就是查不出罪，好，打完之后就把他放掉。但是呢，民众用巴拉巴来交换。好，可是第二次比拉多还是要这个释放耶稣啊，但是呢，要在劝解啊，但是呢，民众呢却用更大声的呼喊，说要把他钉十字架，好，把他钉十字架。好，那在这个耶稣和比拉多的这个对话当中，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7章这个还有讲到比拉多的太太有来参与在这个事情上因为比拉多的夫人来叫人传讯息说比拉多的太太在当天的梦中梦见了耶稣，而且因着耶稣受许多的苦，所以他劝告比拉多，这个义人的事你一点都不可管了。那所以这个也是因为这样那马太福音有这样的进一步的记载所以比拉多其实也是想按照太太的意思可是呢群众显然这个毫不留情，所以22节比拉多第3次对他们说，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查不出他有该死的罪状。然后跟第一次一样，我要叫人鞭打他，把他释放了。好，所以比拉多连续3次都做出判决。好，但是呢，这个魔鬼掌权，魔鬼在众人当中来煽动，以至于呢23节群众继续大声喊叫，坚持把耶稣钉十字架。甚至一直叫到什么时候呢？叫到他们呼喊的声音终于得胜，所以他们是用这个群众的优势然后用这个比大声的方式呢，这个就是不是放人而是放巴拉巴，然后定耶稣。那最后呢25节。24比拉多照他们的要求宣判所以比拉多这时候也撑不住了他连太太的话也没有办法坚持了因为在历史当中有记载比拉多他曾经因为在修这个供水在修缮供水系统的时候呢，去动用了圣殿的银币以至于呢被犹太人起来用武装来抗争来抗议那这些事情呢，那也让比拉多差一点他的总督的位置不保。那所以犹太人跟比拉多呢，就是有那个擦枪走火的导火线。这次比拉多如果没有在听犹太人再开始武装暴动的话呢，可能呢比拉多这个官位就不保。所以在历史的这个考证当中呢，又加了一条，比拉多可能是因为想要保住自己的位置，然后最后终于妥协，所以他怎么做呢？把那个作乱杀人囚在狱中的凶手，那这个呢就是耶稣被控告的罪名就是作乱的这个的人结果呢居然
没有耶稣没有作乱，好，却背负了这个罪名，而这个作乱的杀人人，好，却被放出来，所以就交给他们，任凭他们，好，就是这些众人，好，就是这些祭司长、官长还有百姓。那我们继续看26节，遐兵士耶稣出去的时，拄好有一个古利奈人，名叫做西门，对庄家来，因甲伊掠来，将十字架囥伫伊的肩头，互伊行，缀耶稣的后面行。有一大群民众缀耶稣，其中有一寡妇人人为着伊对因悲伤啼哭。耶稣回头对因讲：耶路撒冷的妇人啊，毋免为着我啼哭，着为恁家己的甲恁的囝儿啼哭，因为日子得要到，人会讲未怀孕、毋捌生囝、毋捌互囡仔食奶的妇人人真有福气。迄时人会对大山讲：甲阮摕落来；对小山讲：甲阮砍落来。因为因对外地的树木拢会安尼做，对打起的树木将会搁较厉害。另外两个犯人嘛，互人押去甲耶稣做伙处死刑。因到一个所在叫做头壳碗，就伫遐甲耶稣钉十字架，嘛钉迄两个犯人，一个伫正边，一个伫倒边。耶稣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毋知因在做甚物。后来因抽签分耶稣的衫，民众徛伫遐咧看。这遐犹太人的领袖甲伊踢笑，讲：伊救别人，伊若是上帝所拣选的基督，就着救家己。遐兵士嘛甲伊戏弄惊活去，提错互伊，讲：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就救你家己。伫伊的头壳顶有罪证的牌仔写，即个是犹太人的王。做伙顶的犯人有一个一直甲耶稣侮辱讲：你敢毋是基督，救你家己嘛救阮。另外一个甲伊责备讲：你甲伊相款受刑，你敢毋惊上帝？咱受刑是公道，因为咱所受的是罪该应得。毋过即个人拢毋捌做甚物毋对，伊就对耶稣讲：耶稣啊，你做王来临的时，请袂记得我。耶稣甲伊讲：我实在甲你讲，今仔日你会甲我做伙伫乐园。当耶稣被宣判定十字架，照众人的意思之后，这是罗马最残酷、最重的刑罚，就是要活生生的鞭打，然后把犯人手脚钉在这个木头上面，并且呢，让他这个活活的受折磨而死哦。好，那这是一个酷刑，好，那也是对这个最重的这个犯人，所以巴拉巴本来是一个罪犯的代表，好，就是生乱杀人，好，那在罗马的律法当中要受最残酷的酷刑哦。好，但是我们也从其他的福音书当中的记载，好，看见耶稣被判刑这当中呢，好，是不断的受戏弄，不断的受鞭打，好，甚至被戴上了紫袍啊，马太福音，然后呢又戴上了荆棘编的冠冕，然后呢又用这个戏弄他，好，吐唾沫，然后打他的脸，然后再假意在他面前屈膝拜他。所以耶稣受了一连串的折磨，甚至还要背着这个十字架，好，从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内，然后呢要往这个各个他，好，就是这个骷髅山，好，山上去啊。好，那这当中呢，好，因为耶稣应该是这个体力不支的缘故啊，所以有一个路人，但是这个路人呢，好有名，而且呢还有知道他是哪里来的，是从古利奈啊，就是从非洲的吕比亚省来的西门。
那这个古利奈人的西门呢，好，那在马可福音15章，好，就讲到他是鲁孚亚历山大的父亲。那这个鲁孚呢，到罗马书16章，好，在罗马教会当中也有出现，好，所以这个名字呢，可能因为这样子的这个他的孩子好的关系，在保罗书信的时期，使徒教会的时期，好，使徒行传的时期，好，所以让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呢，好，特别名字也被记载下来，好，那他应该是随机的，好，被人叫出来，因为他可能是黑人的关系，然后就替耶稣背这个十字架。好，那当中有一群妇人跟在耶稣后面。那耶稣28节，好，在体力不支的时候，好，却转过身对这些女子说：不要为我哀哭，要为你们自己和儿女哀哭啊。好，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好，就回想到路加19章41到44节，路加21章20到24节，好，讲到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曾经预言这个耶路撒冷要受毁灭。好，那也讲到耶路撒冷好将来要怎么样遭受这些的灾难呢？好，所以这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第3次耶稣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那日子要到，好，为生育、为怀胎、为哺育婴儿的多么幸福，就是在那主后70年要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人要对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对小山说：遮盖我们吧。好，就是意思就是说，连一座山压在他们身上，都比耶路撒冷这个城被毁了还要容易承受的多。好，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级。好，不论是大山小山，我们知道大山小山压在人身上的时候，人就压得扁扁的。好，但是这个耶路撒冷遭毁灭的时候，比大山小山的落石落在人的身上还要痛苦啊。好，因为耶稣说，因为他们对青绿的树木做这样的事，那对枯干的树木又将怎样呢？好，那这青绿就是指这个树正发旺的时候，好，应该是指上帝的道正显明的时候。好，这一些人仍然这样如此的张狂。好，就是耶稣还在这世上还活着的时候，好，他们都已经对这个都这样子的来下手杀害耶稣，把他钉十字架。好，那在耶稣受死埋葬之后，好，这个树枯干了的时候，好，那又会怎样呢？那这是耶稣在第3次预言这耶路撒冷将要受到灾难。32节，他们同时带来2个囚犯跟耶稣一起处死。好，什么死刑呢？也是这个十字架，所以应该就是比巴拉巴再轻微的2个囚犯。好，但是也是必须得要上十字架。好，那也是罗马律法所不容的。好，来到了骷髅冈。好，这骷髅冈就是头骨的意思。骷髅就是指头骨。那把耶稣钉在那边，同时他的左边右边各有一个死刑的囚犯。好，所以会有3根十字架。那32节呢，这一节呢就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12节。好，他和被列在罪犯的当中啊。好，那70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做了这样的预言。那但是呢，34节，好，这是十架七言的第一句啊。耶稣说：父亲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好，那十架七言呢，路加福音有3句，约翰福音有3句，好，马太、马可都有同样的一句：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好，那所以路加福音，好，那这是这个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好，然后他们抽签分了耶稣的衣服啊。好，有人说因为耶稣的衣服很值钱。好，不过这句话呢，这个在约翰福音19章24节有提到，就是应验的诗篇22篇大卫的预言诗。好，讲到这个大卫在1000年前，好，刚才是以赛亚书是700年前，现在是1000年前大卫的诗篇当中，就预言了这个场景了。民众站着观看，犹太领袖却在嗤笑。好，所以这犹太领袖呢，好，这得意洋洋。好，他们早就不晓得多久前呢，好，就想要来杀害耶稣，就想要来除掉耶稣。好，只是呢，碍于群众的关系，碍于很多的这个关系。好，如今呢，他们终于逮到机会。好，那现在呢，又这个教唆了犹大出卖耶稣，然后现在又让比拉多改变他的判决。好，然后同意交换巴拉巴来定他十字架。所以这时候正是他们等着看好戏的时候。所以说他救了别人，
要他真是上帝所拣选的基督，那他就救自己吧。那这些罗马兵士也同样的讥笑，甚至拿醋就是酸酒给他喝啊。那这个酸酒这个醋呢，通常是用来使人提神的。所以有可能耶稣在这十字架上，这时候也呈现昏迷的状态。那提神还叫他把他弄醒，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就救你自己吧。”那在他耶稣的上面，十字架上面有个牌子写：“这是犹太人的王啊。”所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记载了，这就十字架上面挂着耶稣的罪，这个牌子就是罪状的意思啊，自称为犹太人的王。比拉多完全没有用这个判，所以这个是犹太人给耶稣冠上去的讽刺的罪名但没有想到这个罪名却是没有错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那约翰福音有提到这个更仔细这拿撒勒人耶稣然后这个罪状呢总共用了3个文字，希腊文还有罗马字还有用了希伯来文3种的语言向世界来昭告。但是呢他们说的虽然是一个讥讽他的罪状，但却这是一个事实中的事实啊。这2个囚犯呢，也展现他们的态度，一个是讥笑，一个却是马上的悔改，一个真的是看出耶稣是义人呢。他说我们是罪有应得，但这人没有做过一件坏事。所以这个即便都要被钉十字架的坏蛋当中，他还是有是非公道之心哦。但是另外一个呢，他就是不明就里，跟着别人瞎起哄，自己也都快挂了，还在那边讥笑别人。但是一个是自己快挂了，反而呢，在那个当中，真正的来悔改，甚至这个人还对耶稣说：“耶稣啊，你作王临到的时候，求你记得我。”所以他还对耶稣有期待，你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你甚至也有可能是世界的王。所以他可能看了耶稣头上的牌子，知道他的身份。耶稣还在这个十架七言的第2句，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这也是只有在路加福音唯一有看到的就是耶稣提到了这个今日所以这个人那有人说他是直接上天堂，不过他应该是说这个人他得到了安息，那他能够和主一起在这个安息rest in peace 当中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在受难日当中星期五Good Friday 那我们看见耶稣他怎么样子被比拉多的手下受死，然后呢再被这些群众用暴力用不公义的方式，但是耶稣依然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惦记着耶路撒冷的妇女不是妇女，应该是惦记着耶路撒冷将要受的灾难，以及呢这个身边的犯人十架七言的当中那路加有3句，我们今天看到了2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以及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当我们能够知道明白悔改，我们都能够得着耶稣的应许被犹太人的王宣告我们要与他同在乐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在受难日的当天，我们再一次读耶稣受难的经文，在这受难的过程当中，是一连串的不公义，是一连串的不正当的私刑，或是对耶稣的仇恨，甚至用众人的暴力的方式来对待一个无辜的义人。但是这都在神你的旨意，在神你的预言当中，为的是耶稣所受的刑罚要使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鞭伤要使我们得着平安，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悔改的机会。本来耶稣所受的都是我们应该要受的，但耶稣却为我们承担，为我们来担当。我们感谢主耶稣承担我们的罪，承担世人的罪因为耶稣也不断的愿意赦免人，因为人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知道之后，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悔改，也能够抓住应许。当耶稣进入德国的时候天国的时候，纪念我们，而耶稣要纪念每一位与主悔改与主谦卑来到主面前的人，要使他能够进入主所预备的
永恒当中。主，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透过经文的思想默想，让我们与主更亲近。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祝大家平安。